高雄市西園畫會烏水溝傳奇的畫展佇高雄市會場場，議長龔如成嘛親自到場留底開幕。這場由現任理事長張瓊華規劃，結合資深甲新生代藝術家所共同展出的畫展，展現毋驚艱難打拼精神。借着這個藝術返鄉，去回顧澎湖的歷史，因為歷史真的是一波又一波啊。對。喚起大家我們先民在澎湖艱辛奮鬥的過往。開幕活動除了藝術作品，更結合傳統文化基地塔娘山的表演，以及影視 IP 跨界分享交流。今天呢，來到這個黑水溝傳奇的畫展呢，我們透過呢這個文化藝術的一個激盪，用遊戲、用寓教於樂的方式呢，做一個全台文化教育的擴散。這擺高雄藝術展覽不只是藝術創作的交流平台，透過遊戲創新的學習模式，讓少年一輩用趣味的方式認識台灣歷史、深化文化傳承、甲世代連結。台南新聞綜合採訪報道。